之后，现在是排在了第一位，跟车手实力的时刻来做出自主评选。592号范索尔2分17.969，通常必须要做这种冰冰，也就是单向performance的设计。那从奥迪来说呢，从2022大概线就是从设计的奥迪面上来进行较量，追求的是赛事的一个公平性。同时呢，这条赛道对于车队的调教、稳定的架构以及出售的速度，那你需要有一个灵敏的前端刹，足够多的前端刹。东湾这一段，东方湾以及卢迪湾前的大直路呢。咁一暫時呢一場國際汽聯 GT 世界盃嘅自由練習啦，剩翻大概係10分鐘。